大家好，我係美珍。而家我好掛住香港嘅冷氣。呢排呢，日本真係好熱，而且落雨嘅日子都多咗，好似香港咁，成日都會落大雨。之前我試過夏天喺香港住咗1個月，咁所以呢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嗰陣時嘅回憶同埋我自己嘅感受。第一就係我好掛住香港嘅冷氣。香港嘅冷氣凍到好誇張，呢樣嘢好多日本人都會講，但係呢，而家我反而好掛住香港嘅嗰種冷氣。其實呢，我以前夏天住喺香港嘅時候，搞到有啲困焦，尤其係我覺得最凍嘅地方就係喜宴。但係呢，喺香港住咗1個月之後，返到日本，我覺得日本嘅冷氣睇唔夠凍啦。嗰陣時我先發現，原來我已經開始好掛住香港嗰種超空冷氣啦。我去香港之前已經聽人講過，香港啲冷氣好凍㗎喎。其實我第一次去香港嗰陣時，發現真係好凍，去到啲商場或者餐廳入去就會覺得哇好凍啊！但係呢，香港夏天出面真係好熱，而且又好焗，好潮濕。咁所以嗰陣時我覺得其實咁樣嘅冷氣都幾舒服。但係呢，如果夏天去香港，我覺得沖袖衫真係必須要帶。而且我覺得香港有一樣嘢幾得意，就係香港啲冷氣唔單止開得好大，有啲鋪頭仲會開住門㗎。所以有時行街上面見過啲鋪頭嘅時候，就會有一陣凍冰冰嘅冷氣吹出嚟。嗰陣時我覺得哇好舒服啊！我嗰次夏天喺香港住咗大概1個月，點知返到日本之後，我覺得日本啲冷氣唔夠凍，我會覺得點解咁會涼嘅？明明以前喺香港嗰陣，我仲成日覺得好凍啊！但係呢，返到日本之後，我反而開始掛住香港啲冷氣，所以到而家夏天我都仲係覺得日本啲冷氣有少少唔夠凍。另外，我覺得香港嘅 MTR 有一樣嘢真係好方便，就係香港好多地方都可以搭 MTR，而入到地鐵站基本上就會涼好多。尤其係月台 home， 我覺得涼上呢一點真係好正，因為呢，日本好多車站嘅月台都係喺室外，夏天等車嗰陣真係好熱，淨係企喺度等架車已經覺得好辛苦，有時真係會諗架車幾時先到啊？但係呢，香港就唔同，入到 MTR 車站就已經涼啲，連月台都係涼嘅。我覺得呢一點真係好舒服。仲有一個地方，我覺得香港啲冷氣特別勁，就係戲院。因為睇戲嗰陣基本上係坐定定，完全唔喐，所以呢，坐好耐咗
真係會覺得好凍。有幾次睇戲睇到一半，我已經開始覺得好凍啊，所以我想問下香港人，你哋覺得起完啲冷氣會唔會太凍啊？定係其實你哋已經習慣咗？但係呢，令我最驚訝嘅其實係另一樣嘢，就係香港好似好多地方冬天都冇暖氣。我之前冬天去香港嗰陣，香港嘅時候其實都覺得幾凍，但係呢，日本嘅情況係出面凍，入到室內就有暖氣，所以會暖返好多。但係呢，香港就唔係喎，出面凍，入到室內又冇暖氣，所以我嗰陣時真係覺得入咗嚟都仲係咁凍㗎，覺得好神奇。夏天嘅時候冷氣開到超凍，冬天又冇暖氣。但係呢，最新奇嘅係，以前喺香港嗰陣，我明明成日覺得香港啲冷氣好凍啊，但係呢，而家返咗日本，日本嘅夏天反而會覺得好掛住香港啲冷氣。可能人真係好容易掛住自己冇做嘅嘢啦，係咁先啦，早唞，拜拜。